苗栗万里农会每一年拢会推出彩绘稻田，今年配合着五日节，做出大只龙船，游客拢真热闹。伫空翕的镜头下有看到一只白龙船出现伫个田园里，还佫有载真侪肉粽，遮尔特别的彩绘稻田吸引民众的目光。不用害羞了，没关系。龙舟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龙舟。讲了以后更清楚。这个所在是苗栗万里镇所推出的五日节的稻田，由黄色、青色、白色、姜色4种色水的稻组打造出白龙船的立体感。这次农会嘛学日本的稻田彩绘，特别伫纹路的展出顶面下功夫。尤其龙头跟那个鳞片的部分都是非常细节，在做的时候颜色的搭配都要非常的注意，不然会看不太出来。其实过去万里镇农会就捌推出真侪种彩绘稻田的图案，有黄色阿比亚、马祖、甲石虎等等，每一档拢有创新的作品。而且附近就有一座货柜厝所在观景台，免空翕机，民众会当徛伫上悬的所在看落去，彩绘稻作美景，每一档拢会当感受到无同的惊喜。